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哋繼續咧睇睇呢個知足常樂呢個講題。我哋繼續咧睇下所羅門王嘅不知滿足嘅心態帶嚟嘅後果嗱。唔認識神嘅人咧係冇永恆嘅安全感嘅，所以咧佢哋尋求呢個世界嘅財寶做代替品。嗱，有一句格言咧係咁講嘅喎，呢個係來自美國人嘅格言嚇。佢話死嘅時候最多玩具嘅人咧就係贏家啦。咁呢句説話可以講咧係世俗人嘅哲學嘅縮影嚟嘅嗱。所羅門王咧擁有比世上任何其他人咧都有更多嘅玩具係世俗生活嘅典範。但係晚年嘅時候咧，佢醒覺一生咧犯下大錯，向神認罪悔改。佢警告世人咧今生嘅什麼嘅事業成就功名利祿什麼享樂都係虛空嘅嗱。神呢嘅話語嘅智慧，我哋喺呢度欣賞喎。神用一個享樂無窮嘅人嚟告訴世人呢，享樂係毫無意義嘅。生命嘅價值呢，唔係在乎積聚財寶同埋享受肉體之樂嘅。冇神冇永恆呢，冇神嘅恩典同祝福呢，生命呢就好似暴風，虛空無益嘅嗱。所羅門呢晚年嘅時候喺傳道書咁講喎，傳道書2章1節到2節，佢話呢：我心裏說，來吧，讓我用喜樂試試你，使你享福。看啊，這也是虛空。論嬉笑，我說這是狂妄；論享樂，這有什麼用呢？好，今日分享到此為止，下次繼續，下次再見，拜拜。